嘉义运动伫个电视机头前展现活力形象的艺人何梅，首次挑战1公滑轮的溜冰选手。何梅坦承，距离国小接触直排轮已经是120当前，今仔日实际到竞速场来体验。一方面甲选手做伙练习，另外嘛感受场地的舒适感。今天我刚刚看他在那边体验，好紧张啊！对，因为一开始我只有国小的时候接触过，然后没想到事隔了10几20年之后再滑起来，很舒服哎！因为它的那个微风徐徐吹来，然后就算全身性就是一直在发汗，但风吹来觉得很舒服。伫大王国小教练郑宏祥的带领，何梅甲大王国小拄旗下全国国小女子组2000公尺接力赛冠军的选手做伙练习。感受运动选手的辛苦。其实我真的很担心，因为我怕我如果溜不好很丢脸，而且会宝宝洗，就是怕自己会踉跄啊，表现得不好这样子。但是后来我体验完了之后，教练你给我打几分？100分。本来想要打超过100分的。总分是1000分吗？太多了，开玩笑，但是我刚看何美真的好认真哦，真的是好难得，真的好好玩呢。市府开了将近9500万，兴建台湾第一座国际标准的用大滑轮溜冰场。除了感谢体育署的补助，另外市府还佫加编了2100万，增设夜间的照明，希望对着培育选手有真大的帮助。觉得超新，而且它设备非常好，尤其是我觉得它的照明设备，因为如果有些地方的场域外面的室外的场地有是没错，可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照明设备，我觉得它是可以提供选手们更好训练的地方，因为晚上是比较舒服的天气，这是内行爽的。内行的，因为我们的很多的选手白天不是有工作，就是要上学，对，那所以说利用黄昏或者晚上的时间，所以说黄伟哲市长听到教练这么讲以后，就马上大话不说第二句话，2100万就追加下去，所以才有今天的场地。我想要培育一个优秀的好的选手，我们就必须提供好的设备跟场地给他们。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刚刚我讲的，我们有更多的杨和珍，更多的好手在这个地方产生。全国运动会体前赛滑轮溜冰竞速比赛将对10月12到14伫个用大滑轮溜冰场来登场。到时全国的好手拢会聚集，艺人何美甲台南市政府嘛欢迎民众做伙到现场来观赛，并且为选手来加油打气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